扎西德勒，各位荣人频道的观众们，早上好。我们现在在台北。Yes。今天再次能够见到你，非常开心。主要是你是这个，无论是从学习佛法，个人的实修，各方面，值得赞叹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你说不年轻，但是确实是你是年轻一代。你放在年轻人当中，他们不会觉得你太老。希望是。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刚好需要这样的这个人来，这个作为这个年轻人愿意学习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作用嘛。我们也认识已经10多年了。对。然后呢，一直大家都就是有这个深深的连接也是一个缘分。那主要是你这些年做了很多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写的这个李连杰，国际巨星李连杰的自传的部分。当时你就是刚好要写，或者好像是应该是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透露我说了这个秘密。当时就是一个秘密嘛，对，不能公开嘛，还没有出来。对。那后来书也出来了。对。然后就是一切都非常圆满。那我想今天就是跟你稍微的聊一下关于这个写书的过程和方方面面的跟你相关的这些内容。好。最主要是我想好奇，一开始为什么就是由你来写这个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开始的因缘。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我认识的师姐，那个师姐她就发信给我，然后跟我讲说，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尹心理先生他有想要把他的学佛的经历给写出来，那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是来接洽一下。我那时候吓了一跳，我想说，李连杰啊，这个是电视电影上面看到的人，怎么会跟我有关呢？是。那后来我联系了之后才知道说，真的有这么回事。因为李先生他那时候联络的时候是2022年，输出的时候是2023年。那个时候李先生已经学佛25年了，就皈依，成为佛弟子25年。他很希望能够把他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佛经历给告诉大家，而且那时候是 COVID 嘛，就是很严重的时候，所以他看到了有很多人其实在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他的上师们也鼓励了李先生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应该用你的知名度，或者说你应该用你的身份、影响力，对你的影响力，还有你的资历，你去讲这个故事，会让人家更能够感动你为什么转变。那我后来听到李先生他们谈这些事，我也觉得是蛮感动的。那我后来是承接了这个任务，但一开始是不敢的，是因为一开始觉得说，很多成名作家怎么会轮到我呢？但想说我根本以前也没有做。为什么他们确实是李连杰就这方面资源就是最多嘛？对。最不缺了，但是为什么轮到你啊？这个他们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当时在讨论，我也问这个问题。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李先生他很希望这个写作者他必须要听得懂李先生讲的他的佛法的感悟。所以这个佛法感悟，他就期待这个写作者是有佛法修持经验的。好，那佛法修持经验也很难用肉眼判断嘛。对。那谁有谁没有哈？对。那我以前是在美国做过3年闭关传统的，是。所以这个资历是我觉得让我们都彼此有信心，说可以去接住李先生的话，然后把它写出来。对。所以这个任务是因为这个因缘成就的。那有些他是大人物，大忙人，虽然他口头答应了要做，但是呢，实际上呢，你要进一步的跟他去沟通合作。对。那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配合度是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李先生是一个很谦虚又很好的人。是。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跟这么有名的人接触过。那我也会怕怕的，就想说，我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那当然我以前做过一些访谈，所以我大概能够掌握这个节奏。那我是去到新加坡去跟李先生做访谈的。那李先生他非常的友善，然后也非常他自己是深思熟虑过，他想要把什么样的价值传递出来，所以他也很会讲故事。是，所以我听李先生讲故事，那个我觉得是更胜于我写这本书的精彩程度。是，所以听他讲，然后我就因为你有深入感触啊。对呀，对呀，对呀。那这个故事呢，因为有时候写自传的话呢，他曾经讲过很多的这些相关的故事，然后就是慢慢收集，然后就大量的一些资讯，然后一起整理出来的呢，是还是真的是他从头到尾是跟你一起讲这个故事。是的，没有错。我们真的是从李先生小时候开始讲，然后讲到他学习过程，然后成年，然后成年之后的所有事情，一直到我们那时候访谈的那个当下。你说的访谈是你们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在线下访谈。OK， 对，我是实际上跟李先生，就像现在这样子，是有一个可以讲话的一个实际的空间。是，所以我很能够抓到，就是李先生他每一个想要表达的情绪也好，或者是他想要讲的事情。所以我是第一个读者。OK， 他生命整个过程的一个读者。那我在从我的理解去发现有很多亮点，是，然后我也跟李先生确认说这些点其实很感动，是，然后我发现这个是影响你，比如说下一个决定或这一个阶段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这些故事？所以我们这本书选了好多他的人生的片段的镜头，然后我们再把它写出来。对，是这样。这个是非常好的。其实是这个，那他讲这些故事的本身的这个目的，也就是他分享他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嘛。对。我当时在尼泊尔这个叫做访谈的时候，对，本身我也觉得已经有40分钟的话已经非常好啊。结果我们的聊着已经超过一个应该是90分钟。然后又一个喇嘛敲门说是快要吃饭了，然后我们就是所谓的就是加快速度，不然的话呢，他有一种那种恨不得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想法一定要分享出去的那种单纯的一种热情和这种善良的那种善意在，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要不然我以前也见过一些明星，他们要合约、肖像权，就是一大堆的框框条条的，他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我也看到他这方面，所以这个，因为他这从头到尾这需要多长时间呢？他讲述的过程？讲述我跟着李先生密切的听他讲是差不多1个月，对，差不多1个月。对，因为我们当然，那你们两个有点像闭关的状态。那是，就因为他上次说了嘛，就是他在疫情期间当做闭关来对，没错，对，所以就真的很像是在官房里面的一个谈他的人生，谈他的佛法修行历程。是，对我来说也是学习很多，因为他是这么资深的前辈。对，然后他有他的专业，所以他很巧的剧本啊，对，故事方面是，所以他很知道一个故事要怎么讲，所以他可以很精准的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出来。那我就是要负责接下来之后我要把它写出来。你是这个专属者？对，我是撰述者。那这本书挂的是李先生是作者，那确实他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他嘴巴讲出来的。那我是把它整理，然后把它结构化，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因为这本书那么厚，对吧？所以现在人就是也比较贪心的，他们希望最短的时间能够抓到最重要的点。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概的很简单。这一本书其实破题，它的题目就叫超越生死嘛。那它其实就是李先生他25年的追求的目标。他其实就是想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所以他做这些种种的努力。对，那这本书其实如果要用我的方法来介绍它的话，其实它分成它一整本这么大本，其实它可以分成3个
段落，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讲他的人生故事，他的人生故事从小时候，然后讲到后来成年，讲到他的演艺事业，讲到他做慈善事业，讲到他后来觉得，从他原本的小我走到了大我，再走到了超我、出我，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在讲的事情。这本书第二部分是修行笔记，就是他自己在追求快乐，在摆脱痛苦，然后要怎么对症下药，要怎么去把凡俗的观念转成比较有智慧的观念，他的一些想法。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写这里，所以整本书大概最后的部分是人生故事跟他的修行笔记。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把它独立出来，但它篇幅比较短。第三部分其实就是读了这个书，可能会有些读者想要知道更多，比如说，那这样子这么帮助李先生的佛法，我们可以怎么去接触到？所以我们第三部分就写了说关于上师是怎么样，然后关于如果你想学佛，应该是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指引给大家一条线索，因为没有特别一定要告诉大家读者说要往哪条路走才对，你们自己去判断。但是这边给了一些线索，你们参考看看。所以这本书大概就是这三个部分。所以呢，其实第三段里面也主要是演文思修。对，然后就是分享个人的这个修行的经验。哇，我倒是没有这样想过，刚好是这个结构。对，没错没错。我听起来就是对，果然专业的。对，是。所以呢，因为这个填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确实是遇见了很多的上师。对，他也就是拜见这个反正一直嘛，很多的上师。那这个和上师的这个当中，这个里面他最重要的上师主要是哪一些？其实李先生他很幸运，就是他有非常好的法缘法的缘分。那现在主要在世的上师就是宗萨钦哲仁波切，然后明就仁波切，然后还有一位是支撑罗珠堪布，这三位是现在指导他最多的上师。对，是。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想问的是，你自己写这个过程当中的有没有什么挑战，就是比较遇到的就是挑战啊？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我要怎么让，因为李先生跟我讲故事很精彩，但是我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如何让它保持精彩，这个其实是蛮大的挑战。那因为写作传记是非常需要很忠实的呈现传主他的讲话跟他的真实的人生，所以我不能在里面加油添醋的讲，我不可以把我自己的感情放进去，我也不可以去帮他的故事变得更精彩，是商业化，对，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怎么？但是李先生故事本身就很精彩了，可是你要怎么把这故事讲好，其实是很大的挑战。是，对。那我后来也是觉得，其实就是真真实实的把他的事情写出来，然后他真实的故事就有力量，所以不需要别人去帮他做些什么调整，所以后来我们决定是用这个方法把它写完。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因为他也很幸运，遇到很多好的上师。对，我觉得他遇到你也是很幸运。OK。因为完全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他可以以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邀请很多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但是越有名，他们越有更多的商业色彩。对。那你这样的话呢，有实修的背景，而且你的本身的态度是很谨慎认真的，这一点我知道的。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问说，这 AI 回答很多问题，AI 做很多事情，AI 翻译。对。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因为他虽然能回答问题，但是他没有那种情感上真正的，他们就是没有这个情感上彼此的一个连接，特别的连接。对。那就是这个写的书也是一样的，你情感上你自己有一个实修和修行，所以他在懂什么，讲的你懂，然后你这个写出来的时候，这个文字背后就是有一个灵魂在，
所以这个呢，就是当然也是我相信是他看中你的地方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就是最有意义的地方。以后也虽然我们现在的那种这种各种翻译啊，写作的助力越来越多了，是，但是而且可能更容易忽略这种人心的这个重要性。对，所以呢，写这种东西呢，确实需要有这方面的条件。我觉得这个是刚好谈到的嘛，所以呢，就是可能这个是一个。那另一个呢？你们这个完成的时候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大的感动或者那种感触是？你是说在做书的过程，还是书里面的故事哪一个最感动？应该是我先问的是过程。过程嘛，做书最就是这个你跟他互动、讲述、写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对，这个一种情感上的对情绪嘛，对，那个里面有比较正面、感动的，觉得哇，就是这种。我觉得我其实整个专案，我觉得过程中我最感动的点，其实是非常敬佩李先生跟李太太他们两位修行的态度。OK，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明星在学佛的，那当然我跟他们没有接触很久，短暂的。那我能感受到说李先生跟李太太他们对佛法的热忱是真的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对，所以说一开始我也会担心我承接这个任务会不会我会不会做不了事情，是因为如果李先生他没有给我足够的材料，我就做不出菜。对，但我发现他们对佛法的热情的养分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我一个这么有名，世间在财富、在名声什么都到顶峰的人，他还愿意去学佛，而且想要把这个个人的对把这个感触给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对，这个是感动。那您觉得这个书里面比较也是让你最感动的一个点，如果一两个点你如果要说出来的话呢？因为这是比较个人的嘛，对，不一定对每个读者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是就是你自己的。是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我最感动的点，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两个故事情节，我自己是很感动的。一个是李先生特地坐飞机回去为他妈妈送终，他妈妈快要送终，就是他妈妈快要往生了，对，他赶快回去帮他妈妈送最后一程。OK， 对，所以这个是我很感动的。然后再来是他们全家人在马尔地夫遇到海啸。这个故事很有名。对，这很有名的。那他是怎么样在看到这个灾难来临时，人们的团结，然后人们那种想要活下去，然后互相帮助的。这个很感动，是。那包括说他自己的小女儿可能都会被冲走，对，所以他就放他小女儿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写说这是李连杰的女儿。那如果有冲散了，你看到这个婴儿的话，请你照顾一下。这个故事我没听过对，这个在里面写的，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最感动我的地方。是，当然这个是我觉得是世俗啦，大家读故事会容易感动，但其实在很深入的地方，深入的他的这种修学和一直上师和实修的当中呢，对，你觉得他的这个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个人的感动，就是从客观理性看的时候，他的这个态度很了不起的地方，你觉得是哪里？我其实觉得对一般读者来讲，大家读他人生，刚刚我讲那个地方会感动，可是为什么会感动？其实就是因为他有佛法在背后，去驱动他的思考，所以那个感动点，你看这个你会觉得很感动，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爱在。好，所以你应该要我觉得读者应该要去思考说，其实它背后连接的就是佛法的关怀。是，对，那些佛法关怀，当然就是这些上师传授给他的。对，是。所以我们其实从一个感动的点是发现到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本身他就是1个月的时间，专门就是跟你讲这个故事。对，也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强大的一个爱和关怀的一个表现。是的。那我最后问，如果你们这个完成之后，李连杰是跟你怎么说的？你们最后李先生其实非常就是对于这本书的诞生，他是非常自在的。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有一定要出书，对，我们只是李先生也是安慰我吧，他就是给我信心，让我说，你就写。那你写了之后，我们看着慢慢的再来做。是。那所以到最后真的做出书的时候，李先生他也很客气，就是说书卖1本也可以，不卖也可以，但是只要能够让有任何一个人感受到这个佛法对他们的帮助，那他就觉得值得。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精神，所以让我们这个小组这个工作小队，我们有一位师姐，她也是很发心在帮忙中间做事情，所以我们都觉得有这样子的共识，其实我们就不怕了。是，我们不管销售如何，然后我们也不管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人批评说你怎么都写佛教了，你不写什么其他的？是，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做出来。对，那后来真的也是反应很好，大家都很喜欢。是，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呢，一出来之后，他也亲自来到过台湾，是的，然后就直接做了一个发布会，是的，是这样的，是的。所以呢，就是直到现在呢，就是大家透过你得到的反馈最多是什么？因为你认识的，他也认识的一些，他知道这个书跟你有特别的一个连接的时候，他可能会透过你也讲了，或者你看到别人就是当时在发布会这个过程当中反正读者对你的反馈当中，比如说他主要说的什么，有没有一个点可以分享？我觉得读者应该会比较对于李连杰的认识都是电影的，对，所以对于他的生平、他的思考、他的宗教信仰、他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对，但是他们都很意外说，李先生在追寻佛法上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对，以及有这么多他需要放下的事情，是，包括他比如说他因为佛法的一个行善的概念，他想要去做公益的事情，是，那个他放弃非常多比如说商业机会然后代言这些他都要先放下来，是，那放下来其实你得要放下世间的这些大家会很喜欢的，是，所以这个一般人读了会很有感觉的，对，是，那最后你能不能？因为我记得这本书的序是慈城罗珠堪布写的，对，也是他的师父，他李连杰的就是重要的上师，你刚刚说的之一，对吧？所以呢，你能不能大概这里面对这个书的期待也好，评价也好，一个不要全部读，一个你觉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这样就我们可以作为今天的这个访谈就已经很圆满了。因为我知道你可以谈更多，但是呢，现在的人呢，就是经常要求我说你的视频太长了，要短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也不敢太长。OK，我觉得慈城罗珠堪布的这个序它是用中文写的，是，所以说这个序就是真的是慈城罗珠堪布他的字，他真正他写下来的，是。那我觉得最后2段。是非常代表性的。那我读一下吧。好，那我对着镜头 ，OK， 或者这样读就可以。好，那慈城罗珠堪布在他的序文最后面有讲，他说：“我十分欣赏和佩服他多年来对修行的不懈努力跟坚持。时光匆匆，转眼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把李先生引领到大圆满最高智慧的殿堂门口，门需要他自己进，希望他能顺利登堂入室，尽览丁鼎风光。作为一位深具社会影响力的名人，这本书叙述了他在经历过世间繁华以及生死考验之后，返璞归真，探寻生命真相的心路历程。他的发现也许对您会有所启发，在此推荐给大家。这个李连杰包含了一切了，对，尤其是李连杰本身就是非常有名的人，真的不懈努力，对，从一开始落人不起，好像是
跟上不起。对，若跟上日不起，对不起，因为中文跟藏文的转换会有点。说跟上日不起到现在的这个一直自从堪布求法的这个过程，对，一直老无数个赏识。但是有些人今天好像的这个有名，明天这个开始成卖菜，但他不是这样，对，他有点像山寨童子求法一样的啊。当然这样是不是太这个比喻？有些人觉得是不是你因为你年纪很有名，我讲的太夸张，但实际上就是他真的是。全部都就是他正确的上市的认知和承受的一个的方法，所以确实是他有再多的上市也不矛盾嘛，对吧？不冲突了啊。对，所以再加上呢，他就是修无家性。他当时也说过，他修无家性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自从那个看波要求你冲突要学，是前行开始。还有他们两个在那边就是在讨价还价，就是一个星期，对吧？在上海，在差不多的地方。没错。那后来呢，他就是彻底被自从那个看波就是怎么说？射手了，对，决定要这样做，然后做了之后呢，真的到门口的时候还要是关点专门，那个关点的话，自从那个看波推荐的上市，应该是杨堂的目前那边就是。求了，还有为了这个就是去亚青寺啊，他经历了一个生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那后来呢？现在你看他去色达，明年都好像那一个阿伦若，他们也好像有闭关，我看过那些照片。是的。然后就到现在就是真是非常不容易。再加上呢，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些，他世间的一切什么都有，他。为什么还是愿意学佛？这个就是本身就除了物质之外，精神层面佛法的价值不是没有钱和不是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真的像泽伦诺瑞坎波说的一样，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是这么认为。是的，希望是这样子帮助到大家。所以非常谢谢你的。不客气。这个莅临和今天一起访谈，还有我们以后要慢慢的探讨。你的上市，对，这个是这么，对，是的，这个莫干仁波切，还有莫干仁波切的前世，莫干仁波切，对，莫干仁波切的前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而且他的这个，其实藏传佛教带入台湾最早期的，也是跟那个莫干仁波切的事业成就有关系的，是很多方面，我希望下次我们能看到更一些细节的部分，还有你自己对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关怀。还有你周围年轻人看到的一些现象、痛苦，还有他们就这么我们用佛法怎么帮助他们等等。是，谢谢，谢谢，感谢你。感谢对。